入晒閘噶啦，16分馬準備。格式橋高準備咧起步嘅時候，最快話內檔撞一撞就無山同埋中間嗰隻咁樣榮耀至尊啊！外檔嘅時候好快搶埋嚟就呢隻摩士喐啊，中間第二位就呢黃金計劃亦都係前面位置咧，再嚟外檔輕輕吸埋嚟嘅就係啲超厲害，第四位就係無山，最後少少就係外檔吸埋嚟大中馬同埋嗰啲咁嘅3億財富啊！暫時喺中間位置就安日啊、榮耀至尊啊、愛馬樂啊，暫時包尾就係嗰啲咁嘅掃紅咁樣嘅彩色經典喺中間位置啊，跑到400零米路程，前面放頭就係嗰啲咁嘅摩士喐啊，好輕鬆啊放喺前面嘅，第二位就係守住啊超厲害，第三位就係黃金號碼落檔第三位，所以第四位嘅真係掃紅啊，跟住中間嗰啲馬匹就係呢隻無山啦、3億財富、愛馬樂啊，同埋呢咁嘅快速偏科彩色經典，暫時喺尾嘅就係大中馬大英咁嘅正水，而家中間嘅位置好啦，掟之後最後直路前邊放頭仲有呢隻摩士喐拍住嗰隻外檔超厲害，哇掟嚟後邊馬4、5碼啦，上到第三位就係大中馬上咗少少就係3億財富，騎緊上嚟嘅仲有呢隻黃金計劃同埋彩色經典啊，去到呢個最後200零米路程，前面一對馬摩士喐同埋呢超厲害掟嚟咗後邊3、4個馬位啦，上到第三位黃金計劃同埋咁嘅3億財富，最後200零米路程，前面摩士喐仲係佔少少，上到第二位就係超厲害，第三位上嚟就係黃金計劃，外檔打上去第四位就係3億財富，最後100零米路程，前邊啊摩士喐唔係咁多，但係呢個時候仲佔少少，但係呢個時候一對馬鏟晒上去，3億財富同埋中間嗰啲無山啊。